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继续要来关心咱台湾外销的花，因为这阵疫情的关系，订单一日减真济，一寡活动嘛拢停办，花的生意实在真歹做。为了要支持咱台湾家己生产的花，农粮署辅导业者提供6700份的花，要送给斗三港卖喙암这药局，也有卫生所的人员。感谢这人这么热心摆白，特别请到郑祖母翕大家的影片，鼓励民众来买花。用花让幸福传递。正好办来演出农粮署的底片，亚洲市地郑祖母要来告别疫情的暗暝，徛伫个花田的中央，笑甲真欢喜，呼吁民众讲，大家个做伙来烧敬国产的花草。我会买花送给我太太，我也会买花送给我的妈妈，不管是母亲节、父亲节、生日，希望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国产花卉，因为国产花卉真的很美丽。市地带头献花来咧传爱，因为台湾外销的花草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订单减真济去。也若国内嘛，因为疫情真济活动拢停办，所摆花的需求量嘛降落真济。农粮署出招要来提升买气，嘛招这个花店的协会做6700份的礼物，要甲送予负责发放这个喙汪的卫生所甲药局。感谢第一线的人员遮尔劳心苦俭着。手工设计来甲装箱运送，这款手路车油的花礼，内底有满满的爱心，干那早起一包就做2000多份啊！所用的花蕊有上百种，拢总有3万多丛，样款色水各项都有。农粮署的署长吴忠义伊挂保证，讲绝对袂互咱台湾亲像外国安尼，因为滞销，甲这个花甲当作粪扫甲淡掉。我们现在把外销受阻的这个也回流到国内来贩售，用花来疗愈、来舒压、来让家庭的气氛整个可以来更好。用这种方式一起来支持、来响应、来扶植我们的花卉产业。农粮署开3亿，要来协助花草产业，通来度过疫情的寒冬。嘛，希望民众会当用实际行动来斗烧敬，大家来买花，这款的幸福感觉是上水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